遐国小哦，大陆的呢，大陆的黄河军校小学校园文化交流。哦喏吼。啊，大人家己穿啊1万大贵啦，啊，因大人去佚佗啦，啊，囡仔就是来学校学他们做上课，囡仔，咱搁因顶礼拜到桃园啊，就开始算落来，拜六嘛是礼拜六，拜六到，啊礼拜，就安尼就是台中、埔里安尼算落来。校长啊，会啊，校长会啊，国小的校长安排啊。因这就是今年的4月哦，也是6月，咱遮有收去因遐，因会啊，才有10个囡仔，就是去台中他们交嘛学生。高。嘿，咱会啊，较珍贵。啊，去因西啊遐大，啊有哪安排行程，因拢有安排啥行程，全部来去佚佗。啊，囡仔就看因遐的囡仔在学校读册，安尼。啊，读册了，你摆搁有佚佗啦，有几工仔佚佗，啊，大部分拢是遐下面做咧读册。啊，即摆换了换10月换因遐的人来咱遮。啊，但是即届来囡仔较少，伊即届来囡仔讲3人。啊，咱即阵阵遐去就讲10几个。咱遮的囡仔去遐较济。迄家庭哦，安尼来是家庭。太阳饭店去。啊，伊会晓要困遮，所以无伊拢是困遮。啊，伊就毋知要去倒，等下有人请伊就讲飞走，到明仔载他们来去坐去遮。啊，因会晓去拄活动，因那老师校长拢会当载。就拄着迄个啊，东平迄个外环道路呢，那个马道那吧，那个校长他们西安的校长。西安的哦。黄河军校小学，黄河陕西省西安的古历史上名都古都西安。古唐代长安的，常州长安的。3点环境啊，要到遮，嘿啊。啊，4点就要走啊，4点就要走啊。今仔4点就走啊？今仔早，嘿啊，今仔早4点。遐早。哦。